天總有晴或雨，我哋都知道納悶嘅雨天總會過去，只要忍耐一下，陽光就會再次照耀大地，四時循環不斷，萬物生生不息。位於元朗嘅香港保護遺棄動物協會，裏面住咗好多經歷過苦難嘅居民，佢哋或者曾經被虐打、忽視、遺棄，幸好一群充滿愛心嘅人對佢哋不離不棄，讓佢哋終於找到一個避風港，安度餘生。阿 Loy 同埋阿 Lily 係中國黑草羊，2002年被非法偷運到香港，後來得到善心人向漁護處舉報，先至可以暫時保住性命。按香港法例，如果佢哋不被收養，就會送到去拍賣場，買主可以將佢哋宰殺食用。當時漁護處獸醫發現 Lily 肚裏面已經懷有羊 BB， 於是香港保護遺棄動物協會答應收養。從此，阿 Loy 一家擺脫成為餐桌上佳肴嘅命運。阿 Loy 喺協會生活嘅4個年頭，仿如親善大使。佢主動與人溝通，俾小朋友帶來好多歡樂，亦都讓人類認識到山草羊溫順嘅一面。所以，助養佢嘅人就越嚟越多啦。當然，作為一家之主嘅阿 Loy，亦都有威嚴嘅時候。對於管教子女，佢自有一套方法，就係餵飼期間，一家必須奉行長幼有序嘅傳統。就算係太太 Lily 違規，亦都不留情面。小朋友如果目無尊長，阿 Loy 就會用羊角撞開佢哋。阿 Loy 係與世無爭嘅黑草羊。關於寧靜嘅生活，平日若果協會中嘅狗狗汪汪咁樣叫，騷擾到佢休息嘅話，佢就會用羊角撞向嗰個白色嘅蒙古屋，發出警告。狗狗就會識趣咁樣合埋個嘴仔，四周又回復安靜。2007年4月7號，阿 Loy 因為年老，肝腎功能衰竭，喺夢中安然咁樣完成佢嘅養生。阿 Loy 雖然離去咗，但佢活潑開朗嘅個性，樂於與人相親嘅精神，就交由太太 Lily 同埋佢嘅後代繼承落去。